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受到风台的外围环流，佮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嘉南、宜兰拢发布大水豪特报，部分地区嘛传出灾情。高雄有家长指控儿母刁工用面巾把囡仔的头包起来，咧饲饭的时阵，佮大力饲囡仔的头，甚至把囡仔下去弄到河南。立法院今年5月底3读通过国会职权修法，包括民进党团、行政院、总统府甲监察院申请释宪，但宪法法庭是准备要做出判决。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今年第21号风台空瑞伫咧今仔早起形成，预估未来会进入到琉球海域。虽然目前看起来是较袂直接去影响到台湾，专家嘛有指出，这空瑞甲潭美风台因为离真远，是无啥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到。不过，即马潭美风台已经去到南海，伫咧台湾周边的水汽油源是真高。今仔日是北部、东部地区油源会落大雨。经过一暝强风大雨，台北市阳明山永德大道路树倒去坏伫路边，山区4间中小学也因为大水雨积饮水考虑安全，25拢停课一天。文化大厦是采用弯骨力线顶上课，出名的景区擎天宫早起风雨也真强，不少国外来的旅客拢密入游客中心闪雨。确实，这个风挺大的，风挺大，雨都是平的。Very nice, beautiful。因为潭美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伴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嘉南、北海岸也有宜兰县爱严防大水雨。东半部地区原来会落雨，统计3天来，阳明山擎天宫降雨量已经1000多毫米，宜兰县南澳乡的落雨原来有超过800毫米，嘉南市的暖暖运动公园7站原来有挖近650毫米的累积雨量。气象署提醒，因为潭美风台已经渐渐进入南海，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渐渐降低。不过台湾附近水汽也真多，尤其是东半部落雨所在，甚至比前一天更加扩大。在东半部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出现。宜兰这边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不过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尤其这些地方，可能降雨呢也会变得比较明显，甚至会比昨天还比较大的区域哦。若是今年第21号风台空瑞，25早起形成了后，以每点钟3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过来。气象署研判，未来空瑞甲潭美因为离较远，目前资料显示互相牵引的机会较低。而且空瑞风台会伫后礼拜开始登北，也无排除登北了后，离台湾会较近，到时阵东北季风会搁增强，搁带来大雨。它的外围环流也是东北风，所以说有可能让那个北部啊、东北部、东部这边的降雨的状况会持续，而且会持续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雨量可能也会稍微大一点点。天气分析师提醒，拜六甲礼拜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有机会登来到30度以上。后礼拜新一波东北季风落南，正方面会登落雨，温度会落6、7度左右。到时阵嘛是爱持续观察空瑞风台离咱台湾有偌远，以及加东北季风交叉作用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的外围环流，佮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县是大雨落未停，县内已经有真侪搭积水封路，田地、田花路嘛拢淹水。伫咧北环公路是搁再出现水崩山阻碍交通。也上新的消息是，北环公路牛德路段中道是已经抢通，不过英树路段是搁管制通行。大量土石尾边砍出来，搁互宜兰北环公路断去，公路局派怪手去清通，要赶紧互道路通行。这已经是2天来，北环公路第2摆因为土石流断去。地下道因为大水雨积水，就封锁线，警示暗过也受车的误入，有人员在现场警戒，避免车入去。好。今日上面就做人逆向，3台逆向就要撞落。
依然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伴效应影响，一直落雨，市区道路真侪所在积水，路通运动公园边的路也积水半个车顶悬，里长赶紧到现场协助排水。其实如果像这样好大雨，急速降的话，一定都会啦。哎呀，只是说，昨天这样雨这么大，可能它一时之间排不了。高铁东山甲总会真侪农产也积水，甚至淹过农路，后边从无法度进出，交通不方便也危险。找相关单位再来研议看看有没有办法针对比如说像道路的局部加高等等。县政府继续统计灾情，才压状况。后续将对农路积淹水部分，会找相关相关单位建议，是毋是互较低农路加悬？好未来大水后时阵应维持通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2天北部农历落大雨。根据气象署的统计，伫咧阳明山国家公园遮，对拜四到今仔中昼累积的雨量是已经上千毫米。树林北投则有4间学校宣布停班停课。因也伫咧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嘛改做山顶上课。穿短裤加衬拖，甚至连雨伞都无爱举，无就是直接穿雨帽。拜5早起会当看到校园内底游玩有一寡学生准备冒风雨出门。记者即马所在位置是伫咧文化大学的校园内底，虽然即马雨有较细，毋过风也是真透，会当看到校园内底其实无啥物学生囡仔，因为今仔日文化大学是宣布所有的学生囡仔拢爱伫咧山顶上课。早上风雨还好吗？你自己觉得？没有，蛮大的。蛮大的。就雨都是平行的，是吹这样。所以撑雨伞还好吗？不是很好，昨天已经吹坏一只了。前2天来讲的话，应该是礼拜4的这个山上的这个阳明山的风势跟雨势最大。上考量到说，因为有些同学他是用骑机车上山，好，那所以我们后来考量到说学生的安全，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用远距教学的方式。文化大学也表示，因为昨仔风雨是真大，惊会影响学生上下课的交通安全，唔则昨暗紧急开会宣布，今仔日全校山顶上课。另外，即马正咧进行修复的历史建筑草山派出所边仔有一丛正大丛的老树，因为这几天风雨上大，部分树枝断去，树尾缀着草山派出所的厝顶甲钢架。目前文化局表示，已经派工程单位去现场处理，后续也进一步检查老树甲派出所的状况。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汤米风台扫过菲律宾的卢宋岛，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甲大水雨。沿岸这各省市拢传出严重的灾情，唔但淹水有淹甲一层楼悬，也佫有引发土石流。目前当地是至少已经有26个人无命，被迫撤离去避难的超过16万人。大水雨一直落，强风也将路树吹甲用要断去。风台潭美伫24暗时登陆吕宋岛东北部，佮扫过吕宋地区，各地拢出现淹水到1层楼悬，居民被迫撤离。Lumigas po kasi binabaha po kami doon. Okay. Nagsabi po yung barangay na liligas kami. Kasi nga mahirap na yung mangyari ulit yung nakaraan. Lumigas kami, malaki na yung tubig. Kaya hanggat maaga, lumigas na kami para hindi kami mahirapan. 潭美是伫20西太平洋海边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了后伫2223前后升级做轻度风台甲强烈热带风暴。为登陆进前到扫过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各处，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拢传出淹水甲土石流灾情。其中灾情上惨重是吕宋岛东南部的比科尔地区。目前已经知影死伫风台的案例当中，有14人死伫当地。除了大水雨，潭美也带来强风，上大连续风速是每点钟95公里，相当10级强风，上大阵风甚至达到13级。所以24这一天，被迫取消的民航班机有10多班。另外，针对潭美刷新东路线各省，菲律宾政府已经要求学校甲企业机构停班停课，外汇市场也停止交易。外电报道指出，潭美通过吕宋岛了后，北降级做热带风暴。毋过无偌久，佫升级做强烈热带风暴，同时向西进入南海海域。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苗栗竹南的自由病院发生火灾，消防局是赶紧派出大量的人力去抢救，院方嘛有及时互患者疏散甲就地避难，加在全部105个人是拢无人伤亡。
消防人员逐层搜索，发现其他楼层皆没有火焰的情形，利用广播设备通知家属以及病患立即就地避难。全栋慈幼医院全栋105人皆无人伤亡。消防人员研判是地下检验室的物件导火，甲火拍化了后，确定全部105个人拢总平安。因为病院的2楼、7楼是护理之家，大多数的患者拢行动不便。医护人员是第一时间就甲防火门关起来，就地避难等救援。消防局表示，好加载秀随甲防火门关起来，减少乌烟，嘛赶紧来疏散甲避难，才会当预防出现伤亡。镜头换来看高雄，高雄有家长指控年某虐待也未10岁囡仔。家长指出，这个年某那像是雕工用面巾将囡仔的头包起来，咧饲饭的时阵，佮甲囡仔的头大力刺咧，甚至甲囡仔下去弄到护栏顶顶。市府表示，经过查证，确认到这个年某有违反儿少法，要甲罚相当60万块，也要甲废止居家托育的资格登记。无到1岁阿姨仔白的时阵无注意，下海弄着涂骹，疼甲哭出来。宝贝还伫碰伊耍手机，过一下来抱囡仔，但是伊的嘴唇已经闪火。是怎么装的？妈妈知影了后，真唔敢无怪保镖，颠倒互对方口水，讲伊是护理系出身，所以对这种代志反应遮尔大。本身是护理系毕业的，那他因为我还蛮紧张的当下，因为整个嘴巴都是血嘛，那我没有怪他，那我现在带他去看医生。但他就意思是我很大惊小怪，身为护理系讲真的非常的失职。保镖反应，互家长感觉奇怪，调监视器才发现，今年4月囡仔送托到今年7月，真侪届拢互粗鲁对待。亲像保镖制批的时阵，互坐伫碰伊的囡仔，规个连落去。饲饭的时阵，大力固定囡仔的头，用铁藤匙大力来饲饭，也是来杀囡仔去弄危难的状况。很长，就是提早起来，他就会很不耐烦。因为原本我儿子起来是哭而已，但是他退过去转回来之后，是整个尖叫大哭的一个状态。查证有违反儿少法第49条情事，依法裁罚6万至60万元，并废止居家托育登记的资格，终身不得从事居家托育服务。家长9月退脱事件伫网络内引起讨论，社群出现一篇自称是保镖本人的文章。伊讲阿爷半道无随看，确实是伊的疏忽。毋过棉被砍面、铁汤匙饲饭，拢是家长同意，但是保镖本人面册关起来。伫这个进前无法度确定敢是伊本人写文章。毋过市府讲调查伊确定有违法，开罚上悬60万块，嘛废止伊保镖的资格，终身袂当从事这项服务。记者王刘婷丹现场共报道。伫咧台中南屯有民众食酒塞车，互警方抓到，佮想要加速逃走，结果是去互警方约到，敲破车窗阻挡，佮再反抗。除了将驾驶上班，坐伫车顶的朋友嘛会连带受处罚。另外，伫咧北屯嘛有人食酒塞车失控去弄到分隔岛，规个车头是拢密密冒冒，车顶的驾驶轻伤，毋过酒测得是严重超标，嘛去互警方上班。小客车无拍方向灯，警方向前拦查，初步以酒精感知器检测有酒精反应，要求落车，无想到驾驶当场加速倒退路逃走。代志发生伫咧25号透早6点外，地点伫咧南屯区文心南7路甲东兴路口，远警追捕查落来，以棍破窗阻止乌白龙。下车！下车！跑什么？驾驶温男落车了后，不断解释无啉酒，而且要求找律师。警方是讲怀疑驾驶是想要开车乌白龙，伊甲公车的朋友甲警方僵持真久，最后去带转去派出所酒测0.54毫克，直接去警方以违反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罪嫌疑上法办。公车的朋友是以违反道交条例连坐处罚，处6000至15000块的罚款。因为你刚刚企图要冲撞，我不知道你是往后要往前冲。全案1。违反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北屯透早4点外，有一件酒驾的车祸，一名阳性男子开车经过北屯路，无细力，家己弄到中央安全岛，安全气囊爆开，车头差不多全毁，两个头前链也去弄歪去，车体零件是落到规涂骹。民众讲有听到真大弄到的声音，听到砰就做大声，哎，走出来看，就看车停伫啊。警方后续依公共危险罪将杨男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讲，透早离峰时段，加载无其他的人车受到波及，杨南规身躯擦挫伤，去救护车送医并无大碍，但是酒测关达0.75毫克，后续是以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甲责任归属，也佮有待警方厘清。记者台中报道。有一间咧主办文创市集的设计公司，互人指控9月向取消11月倒数音乐节活动，这2个月期间嘛拢无回应互民众退票的资讯，一直到昨平台甲消费者开记者会了后，才紧急来宣布退票的办法。业者强调会主动来联络消费者，嘛赶紧互大家来完成退票。台下观众对着音乐热手，以文创市集拍开知名度的屏幕川设计。去年伫高雄举办倒数音乐节，真受欢迎。原定11月继续举办，却伫9月临时取消，并传出退费争议。有民大接到定情，2、5透早陪消费者开记者会。该处理的退款都还没有处理，但是他们却还是继续在办理其他县市的活动。这次请了比较多韩国的乐团，那韩国朋友来台湾的机票跟住宿，在9月30号才取消的情况下，已经都没有办法进行退款了。消费者指控屏幕川承认爱买留言回复消费者，互人误会介意的歌手嘛会参加，宣布取消活动了，对问退票进度的信息甲留言拢无回复。消保官呢，会协助我们消费者以一切的法律方式，比方说申请法院职务命令或者诉讼的方式。高市消保官目前已经收到8件申诉，地方民代嘛受理到300张，总金额大约78万的退票定情。业者一直到20时才发出退票的公告，并表示作业时间需要60天。执行专案的能力也有限的情况下，用网络购票、实体机台购票的这个民众，我们收到就会陆续去信件做处理啦，不会是说全部都是统一，可能就是收到之后60天。2、5透早，业者办公室大门锁的，进前就发生拖欠市集拖赏费用的问题，即马阁因为音乐节传出退票的争议。业者表示，当伫收集退票的名单，嘛会主动联络还未申请退票的消费者，赶紧完成退票。记者陈宏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咱澎湖的国军第1作战区早暗头一天执行暗时的定强操演实弹训练。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基部营表示，希望让官兵会当练习伫咧暗时作战，加强夜战的能力。我当中 M60A3 战车甲 CM2 架车伫火网掩护之下发射炮弹进行团hand火枪甲团战斗，标出火光，场面真震撼。伫澎湖国军第1作战区就是暗时执行定强操演实弹射击训练，这是定强操演第摆伫暗时实弹射击训练。官兵伫战术位置接到射击指令了，各种武器依照作战进程来射击。我们战甲车上面都有配附星光夜视镜，实施驾驶的机动。那同时针对战车的射手方面，会有夜间的一些观瞄装置实施射击。另轻兵器同时有配附相关的夜视镜，可实施夜间射击。第1作战区指出，加强进行时，敌军利用暗时视线不好，对国军进行突击定略。国军进行3阶段状况演练，分别是防空作战、团hand火枪甲团战斗。澎湖部配置18阵地实弹射击，总共发射32000多粒各种的弹药。日间跟夜间的视线一定有落差，现在都有配附给战车各成员夜视镜。头戴夜视镜跟驾驶手夜视镜，射手则是热像镜。借由连续状况的响定，教育官兵弟兄姐妹，敌人不会在我们预料之内的时间来犯，那并且能够增加我们实战化的经验以及帮助。这摆定强操演加强军伫福建平潭的牛山岛周围实弹操演共一天。不过澎湖定强操演是每年例行的外岛火炮射击演习之一，为支持继续到25，今年用自家连续演练，真罕见规划夜间射击，就是希望借夜间作战演练来验证各项装备，和部队熟悉夜间战场环境，应对未来可能的夜间作战。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加强咱的社会防卫甲救灾能力，政府目标要达到40万的可靠的兵力。知影到这个，这根本就是咧培养民兵。国民党的立委徐卡新就提案要修民防法，汰掉民力支援军事勤务等等的内容，落尾是互人退回。另外，民众党的立委林义君是要求部会要来报告可靠民力的议题。传出受到这个收集这资料，唔是政党的监督。不过林义君是反驳讲，这资料唔是机密。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政府目标充实40万英勇的兵力。不过，互人质疑是培养民兵，引起争议。民众党一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召会林义君23办要求部会报告。不过，传出互官员质疑，民代系统会收集相关资料，唔是正常国会监督。林义君强调，政府希望甲民间合作，应该完整说明甲资讯透明。其实这个都不是机密，如果是机密的话，我就会开了机密会议。不是机密，怎么瘫痪呢？做了不正当的运用，做了违法的运用，那当然就是有法律会依法会惩治。专家分析，适度讲出民防资讯，应互部会完整相关规范。不过，国军、后备军队、民防等拢有分层任务。若是人力详细配置，这个信息都无适合过度讲出来。若无敌军可能会趁这机会，就这资讯到达胜出咱的战略部署。如果说你揭露了你多少人力在哪些区域有可以用的这个资源，他自然而然知道之后，某种程度他就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为齐卡新提案修民防法，删除民力支援军事勤务这内容。立委沈碧荣也提案修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立委去中国爱心部也在立法议会讲红。只有针对军事勤务支援的部分呢，然后我们把它改成是民间救护为主，也符合现在政府所说的40万是民力，不是民兵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立法委员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应该说他们会拥有很多国家的机密，因为毕竟它是执行之所需但现在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立委去中国没有任何的限制。民防法互民进党团要求退回定事委员会。加上国民党团无异议，最后退回。立委去中国申报案件伫表决内证了后，那被以尽做优势好决，这是令人提案国安相关修法第14摆被动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35当前有发生兄弟仔杀爸母的案件，这两兄弟仔落尾拢互人判无期徒刑，这个案甚至佮改做戏剧来咧搬。不过前一阵家属就提出新的证据，指出这对兄弟仔是长期受到老爸性侵，为着自我防卫才会来杀人，今嘛有可能会成做翻案改判关键。由 Netflix 所制作的剧集《怪物》。以美国真实发生的人伦比较，梅内德斯兄弟太相亲的案件做故事的主场。伫这群杀出大家真期待第2季，故事内容是讲到自古巴移民过来，厝内真好呀家庭两个兄弟，1989年伫美国比佛利山庄的厝内杀死爸母，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袂当假释。因讲是因为长期和老爸伫咧心理、情感甲性虐待。所以，杀死爸母完全是因为自我防卫。一个被关30多年了，因有希望会当变案。家属提供新的证据，显示这个做大兄捌写过一张批，内面有讲到，伊担心若是讲出老爸对伊的长期性侵，可能会先互爸母杀死。Evidenced by this enormous following this case has had on TikTok,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who are, clamoring for them to have another trial and to re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stuff that wasn't included in the last trial. 梅内德斯兄弟大兄莱尔今年56岁，小弟艾瑞克53岁，两个人因为是犯同罪，坐监了被安排伫咧无同的监狱。伫这段期间，两个人拢被禁止打电话。只个人靠着写批联络，一直到今年2月，做大兄界别等级下降，因才发到见面。洛杉矶的检察官李世光将会重新对这对兄弟量刑，也希望因会当伫咧今年的感恩节之前被假释。We are going to recommend to the court that the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be removed, and that they will be sentenced for murder, which, because there are 2 murders involved, that will be 50 years to life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age, under the law, since they were under 26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that these crimes occurred, they will be eligible for parole immediately. 伫即群洛杉矶检察官贾斯狂也伫 IG 顶头公布一张做小弟伫咧台人进前9个月小号表小弟卡诺的批，内面又讲到因老爸自伊细汉的时阵就长期甲伊性侵。严格表即张伫咧 IG 顶头的批，随后洛杉矶的检察官摕来，也被当作是兄弟2个人可能因此被释放的关键证据。公司新闻深入批编写。要做过新加坡电信总裁李显荣加入反对党批评伊的兄哥，也就是新加坡前总理的李显龙。但小弟李显荣是指控受到政治对杀，嘛争取到英国政府该批准要甲庇护。不过新加坡的政府是强调李显荣所讲的拢毋是事实。2015年过身的新加坡头一任总理李光耀，拢总有3个子女。大汉囝李显龙2004年接任总理的职务，一直到2024年5月卸任。另外，还有担任脑神经科医师。这个月初过身的查某囝李伟玲，也甲捌担任新加坡电信总裁的细汉囝李显荣。李光耀过身将近10年来，2个后生李显龙甲李显荣都为着安怎处理李家的旧厝一直争论，成为新加坡国内外真热门的话题。李显荣当时主张遵照李光耀的遗愿，甲旧厝拆掉。李显荣是主张爱保留。News of the private dispute between my siblings and me. I deeply regret that this dispute has affected Singapore's reputation and Singaporeans'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 2019年大选，两兄弟正式分路。李显荣加入新成立的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当时甲姐姐李伟玲持续批评担任总理的哥哥，也有真侪政府高官，甚至演变成妨害名誉的司法案件。I've been trying to help by walking the ground, knocking on doors, meeting people, talking to them. We think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hich we have tried to highlight. 除了李显荣伫社群媒体批评政府的大文，互法院判决妨害名誉，伊担任律师的交林雪芬，也互政府指控是提供假口径，互人调查。李显荣指控大哥动用国家机器对因翁某政治迫害，英国政府是认为因所讲的是事实，同意互因难民的身份。不过新加坡方面是坚持李显荣的指控无影无迹。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镜头转来看到台北市金华城的争议，经过技术工会评估认定，即马这地下室做一半向停工，就会对周边的徛家甲商体拢会造成安全的问题。所以副市长李树川是呼吁顶域开发，先放弃有争议的20%用值奖励，若是落尾正面清白，会当搁提行政救济来讨倒转去。另外，检方是搁再提醒顶域开发的前董事长朱阿虎，而且申请NR前市长关文德甲前副市长白正新，也搁有通缉走去日本的关键人物柯志如。针对金华城用这轮案件，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临时甲技术工会也个顶域开会。技术认为，金华城就要甲1楼的楼地板一个B1、B2拢起好，才袂伫边个代替甲高地一个基地附近10个公尺内处造成问题。李树川也希望顶域先家己甲有争议的20%用一种嚟提掉，那你就当继续施工，避免工程无法度收尾。也强调，若尾啊是判顶域无罪，会当提行政救济，甲用这种嚟搁提上去。那如果假设事后这个房子盖了还没有盖完，那司法程序还他们清白。我想在行政救济上面，他也可以到市政府再来行政救济，要回那个20%。答应我在今天下班前会给我答案。针对建议顶域较有争议的20%用一种嚟提掉，那着议员拢乐观其成，会当找出解套的方法。鼎悦集团如果现在透过变更建造的方式放弃那20%的容积奖励，我相信对于鼎悦集团来说，还有在地居民跟台北市政府是3赢的局面哦。昨天其实李副市跟他们沟通，就是1楼就让它全部都盖完，然后地底下再把它加强这个结构的部分。可是呢，如果他不放弃容积奖励20%的话，那原则上我们还是会要求他不予施工勘验。北检侦办金华城案件，2、5早起，搁再提醒在押的前顶域开发董事长朱雅虎，
调查以行贿迄当阵的台北市长郭文天，还有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的情形。因为郭文天羁押期限将会伫11月初5届满，北检伫咧25搁再申请延押郭文天，还有迄当阵的台北市副市长片正新。另外，对橘子科技屋发布通缉，函请外交部废止伊的护照。记者综合报道。花莲4月大地震了后，伫咧市区的福业金华大楼，其中一栋正做红单危楼就来拆掉。不过因为这拢总有6栋地下室连做伙，干那拆一栋，恐惊是会影响到全部大楼的安全。经过半年的鉴定，国土署是已经决定通过，要全部拢总拆掉。福业金华大楼伫花莲市中和街有6栋150户，伫0403强烈地震了，一栋大楼已经搭红单。不过，所有大楼因为地下室连通，拆一栋就影响其他大楼，结果拆除费用要6000多万，居民也无法度负担。内政部国土署委托这个全国建筑师工会去做这个比较详细的鉴定。那因为整个连通影响到 B 栋、C 栋其他建物，还有其他建物整个建物的老旧跟受损的一个情况，这个社区的6栋建筑物应该是整体来拆除。那我们也提报给这个国土署，希望他们能够补助。国土署评估了后，决定用专案来协助拆除经费甲技术。不过，这大楼伫主题区附近还有加油站，所以拆除时间也未短。不过，中央补助税厝电调少2年，受灾户案题也真做问题。富裕金华它是属于比较一个特殊的个案，因为在事发之后接近6个月的时间，那才决议，这个要全部6栋都要拆除，时程上确实有一点延宕。好，那不过我们想，既然它是以专案的方式来进行拆除住户的这个补贴方面，能够再继续的展延。对第期安地管会也提出计划，盘点花莲市美仑地区由红十字会关前期的40几户组合厝，未来电起会用多景的方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今仔日发布，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96%，比顶一届预测的更加增加。不过明年因为受到全球经济趋势平稳，也有咱地缘政治风险等等的因素影响，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03%。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预估是1.96%，伫咧2%的通膨警戒线以下。因为 AI 产业持续发展是台湾经济成长的希望。25中经院发布今年经济成长率上升的预测数据，比起顶一届预测向点悬收0.15个百分点。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3.96%。整个 AI 的产业那台湾的整个外销在这几个月当中，连续数个月都突破了500亿美金。那这个整个外销的带动，事实上也造成了台湾投资的增加，因为内需甲外部带动的影响，成长模式内外拢温和。只不过爱注意的是，展望明年，因为今年的基期较悬，也甲全年经济走势平平啊，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还未解除。预测2025年经济成长率降到3.03%，比起今年有较少。若是民众定定关心的通货膨胀走势，因为汇率调整、国家风台天灾造成国内菜色价小升悬。预测今年 CPI 的年增率是2.17%，连续3年突破2%，明年是降到1.96%。在国内股市的部分，受到宽宏、台积电股价起价，25台股也是徛在23000点以上，盘中捌去120点。这个指标到底是不是反映说台股或者是美股应该居高思维呢？可能就是需要再观察，因为现在选举的行情啊，所以也造成就是可能这个指标的波动呢会比较明显。有专家预测，后个月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无论由谁当选，地贸业甲台美关系一定拢会展开新局甲挑战，这原来影响咱台湾经济的走势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对去年3月2日开始，已经全面禁止食电子烟。不过经过调查，发现到即马有关是有袂到8万的各种高中生伫咧食电子烟。实际上网嘛会当发现到业者以糖啊、果汁的名继续伫网络咧卖电子烟。虽然中央是已经参平台合作禁止相关的关键字，不过民团就烦恼讲部分的网站设伫咧国外，咱政府管袂到。
用关键字电子果汁、电子糖仔伫网络顶找，竟然找会到卖电子烟的网站。虽然去年3月22开始全面禁止电子烟，但是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推算，即马阁有7.9万的青少年在食电子烟。因发现业者会用糖仔、点心等等撇话卖互囡仔。跨部会合作来全面防治电子烟吼，那从网络啊吼，或者是咱那边境啊、邮包吼，各种方式伊咧行销的时阵，拢会去监测买人，因处罚20万至100万吼。啊，那业者吼、平台业者，因为即马拢有咧甲阮做伙共同来合作吼，然后监测到就跟下架把做一些会员的管理机制。国健署提醒，青少年食电子烟会见调的，而且影响大脑的发展，钓竿的机会也会提悬。国健署建议家长爱加陪囡仔了解用网络的关系、朋友等等。另外，有民间团体指出，有一寡卖电子烟的网站，技术设置的国家较好管理。有一寡伟大的部分集团是跨国，我伫另外一个国家架伺服器，你掠袂着我，这就是在各个国家或者是数位平台当中应该要去谈的。虽然国内的拍卖网站业者拢透过限制关键字等等方式，已经找无电子烟通买，但是有一寡可能设置国外的私人网站要查会到。民团建议政府爱跨国参其他国家参详，试来解决问题，也通参考管理违反有效性爆射防治条例的网站的方法，以限制接触，也就是封锁网站的方法来应用。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最近网络出现一种来自中国像跑外佚佗名，或做存分钱。不过有警方就发现到有人会把这存分钱改造加强火力，变到亲像射击枪同款危险，写到是会老火老底。警方嘛有参所谓发展部合作，阻挡网络平台买卖存分钱，也陆续将这个产品落架。由于惊仔这跑仔就发射出去，最近几年，互中国拢在销的射跑仔的佚佗米存分钱，甚至在中国的网站都来翕因第一摆送的影片，嘛有人因为安尼受伤。台湾警方最近阁发现有毋正分子把存分钱改做枪，各用敢若3分之分局就查到76件。它具有这种可以冲击中心离火撞针的这一个类似的装置，那只要稍加改造，那在它的前方引燃更大的火药量，或是填充金属物体的话，那肯定会产生杀伤力。专家分析，上加送的这红色底火，因为火药量非常低，那正常使用确实就敢若佚佗米，但是存分钱的构造本身就是简单的火药发射装置，那小可改造就敢若更逼枪同款。检视局实测查到的存分钱改造枪械，确认伊的动量是会当扔入去人体批靶站。金属的铝板，那所以说我们打破那片铝板之后，就知道它一定会超过20焦每平方公分。那再超过多少，就要取决于它实际装的火药量。简单改造就有杀伤力，拍开中国的电商平台，卖价是真济，一支卖台票无到150是真好买。台湾贸易者引进，警方已经在严查各大电商平台，发现穿云箭类似商品及通报刑事局办理。并由数发部协助将穿云箭之资讯转发各大电商，以阻断贩售。目前都已下架。警方讲，民众若身躯顶有存分钱，互查到，会互照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法办，提醒民众莫因为好奇就去买，才袂结果违法再来后悔。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长提出全台粪扫处理甲固体再生燃料 SRF 的全面体检加验标准的报告。不过，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认为，敢若有产品原料是后面的标准，不过空气污染排放的规范是比后面更较零。环团嘛认为，目前敢若定参考指引，若是发伤轻、恐惊是互人借废弃物再利用的名义制造第二届污染。桃园 SRF 一直咧前期，伫桃园园区的3间 SRF 厂也停工真久。有关环境部提出的全台粪扫处理甲 SRF 全面体检加检标准报告，桃园市政府点出只有产品原料是后面标准。不过，空气污染排放比后面更较零，业者回应唔惊正义，推出更严格法规，已经超过台湾法规标准真济。政府是一体的，不能说今天这样子可以，明天不可以，后天有时候可以，
高点，有时候不可以，它会导致很多的企业的投资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呼吁环境部针对 SRF 的来源、处理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标准，都应该要更完善，至少要落实跟欧盟相同的标准，严格把关，才可以让民众安心。观音区3间 SRF 厂商可能为台湾立方立项开发，除了和桃园市政府2摆撤销禁止桃园科技工业园区许可以外，5月16日出招废止台湾立方，可能为2间 SRF 电厂的有接无排放权许可证，2间业者也马上向市府提出诉愿。环境部还是不愿意拿出更明确、更有效的管理的法规，还有管理的办法。监督市政联盟也批评，目前针对 SRF 无定出法规行政命令，只有定出参考指引，业者违反罚正轻，烦恼 SRF 加废弃物利用的名义制造二次污染，认为这是错误的再利用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伫咧5月底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后，因为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甲民进党团认为可能违反宪法，所以申请释宪。宪法法庭伫咧拄则宣布判决，认为这修法的过程虽然有问题，不过无完全违反宪法，也若表示国会做这个条文是部分违宪。其立法程序虽存有瑕疵，为整体而言，尚难为已完全背离宪法公开透明与讨论原则之要求，是根本影响法律成立之基础与效力。准此，上该法律尚不因立法程序瑕疵而抵触宪法。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亦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对总统为询问，要求总统答复，或要求总统听取其建言之权，其立法均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抵触宪法权力分立原则。被质询人不得拒绝提供资料，或有其他藐视国会之行为部分，均逾越立法委员宪法质询权与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来回顾国会这款修法的过程，伫咧5月28日立法院三读通过，行政院提出复议，不过互立法院否决。6月24日公布这个法条了后，26生效。总统赖清德、行政院、监察院甲民进党团陆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伫咧7月19日，宪法法庭裁定表示国会做等6项规定是暂停适用。即马宪法法庭宣判部分条文违宪，亲像立委要求总统去国情报告时阵爱随问随回答，也佫有表示国会做等的条文是互人宣判违宪，对今仔日开始就会失去效力。佮来关心到有民众买一个土地，因为无符合动车时的需求，佮无想要卖掉，所以想要互伊发挥上大的价值。这个土地是伫咧南投县，面积虽然无大，不过煞是真侪保育类动物，包括石虎的生态地点，所以嘛有委托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来管理。这也是国内头第2件环境公益信托的案例。空中画面会当看到南投中兴新村后山、后山充满热气，有民众为着要远离城市，直接要经地，只是这后山无如愿定机。毋过伊无想要直接卖掉，是希望发挥更较大的生态价值，所以透过公益信托，委托给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理事李景宏来管理。交由有能力维护的生态伙伴，比单纯卖掉换现金更有价值。小小耕地顶200平大，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透过红外线相机记录到各种珍贵、罕的看的动物，其中更加包括石虎、白色鸟。受委托的李景宏表示，会守护好土地，替石虎等动物创造更较侪的棲息地。我们可以透过土地信托照顾更多的土地，那就会有更多的石虎、爬色鸟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可以得到良好的栖地。不过申请公益信托的过程开3年，拄着袂少困难，因为土地是耕地，无法度受特殊法令，所以改以个人的名义。款团嘛指出，目前还无有免税优惠，不利更较侪民间参与。我们并没有免税的优惠，这也会
造成很多人没有办法，民间的力量没有办法投入进来。这是国内第2个环境公益信托的案例。第一件是伫新竹青林里山，石虎保育协会强调会尽量维持土地原况，不过耕地内底有关系较大的人工设施，已经做竹仔桥，互野生动物来通行。以后希望建立更较完善的动物廊道，吸引包括石虎在内的野生动物偏向虎山行。记者林文平做新报报道。云林的海口生活馆伫咧2014年正式开始营运，希望会当打造台湾西海岸的生态主题馆。后来因为经营无顺利，经营的团队契约到期了后，就停止营运，拍远2冬伫遐咧饲网。即马云林县府建设处是表示，未来按算要配合设立大西乡绿色智慧渔业产业园区，将这个生活馆拆掉，重建做园区的服务中心。海口生活馆四边做人草门口的装置艺术嘛海戏，也搁有擦地板、便所，这设施嘛因为无人整理，乱七八糟。海口生活馆无咧用，放咧生网啊，互当地民众感觉真拍算。办活动我就也伫遐坐点遐落啊，唔听，看人帮忙车啊，因为我唔免搁过去内底就有看的，就隔壁尔。是连当地在地的民众，包括说我们的一个社团上面也很多的民众。在发生这样子，请县府还有县长，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时程，而不要说，可能3、5年过去了，那它还是荒废在那边。台西海口生活馆伫2014年开始营运，苏东市环境局有勇士体验这活动，希望推动云林海岸生态这文化。不过后来因为营运困难，经营团队契约到期了后就荒废。云林县府建设处表示讲，会甲规划拆除做转型。县府正在规划我们台西的智慧绿色产业园区。那园区的话，大概整个面积有81公顷。那目前正在进行产业园区报编的程序。那预计在11月初会将我们的开发计划送到那个经济部的园区管理局。建设处表示讲，海口生活馆未来配合绿色智慧渔业产业园区设置。定期做园区的服务中心，所以暂时无要征收。不过考虑安全，会继续封馆。等11月若完成计划审查，就当进行整体开发。记者云林报道。日控指数绕日干稻节拜六特别起高，到时阵干稻价就有500个人同齐伫遐采价斗绕日。今年特别用干稻丰富的南亚生态做主题，邀请到艺术家做伙伫咧社区创作。这10冬来，社区的居民、学校、民间企业各界拢热情咧斗相共，希望将干稻的地方特色甲自然文化推广，互更较侪人知影。对音乐的节奏天气跳舞，干稻里舞蹈班的成员扮演做过冬鸟，正咧准备拜六干稻节的舞蹈表演。干稻有丰富的南亚地生态，是过冬鸟重要的生态地。这个2024绕日干稻节特别以过冬鸟加南亚地为主题，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用音乐、舞蹈在地特色，去展现人家干稻地区之间的故事。我感觉参加这个活动袂歹，就像人迄个嘉年华一样，很热闹。然后有在地迄种文化，有妈祖啊，有那个什么北艺大的舞蹈团什么，就有结合地方的那个特色。艺术家也运用废弃物来增碳，或者资源回收材料，搁再利用，展现新的生命力，搁有干稻过冬鸟的特色。这些废物啊，利用一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发酵了，视觉上也会变成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最主要是要维护这个湿地，还有很多给我们疗愈的这些鸟。2024绕日干稻节拜六起鼓，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干稻节拄好满10岁，这10冬来，透过和在地居民、学校、民间企业甲团体共同合作，让干稻地区有丰富的生命力。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2冬无办采价活动，今年即将会请当地500个民众做伙来采价大游行。除了采价活动，到时阵现场也会有市集体验工作坊。活动结束也会甲以南亚地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展现伫干稻各社区的角落，希望互民众到阵来认捌干稻的自然文化底子。
记者中嘉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1955年成立的新德公会堂征收了后，重新开放，因阁有设计出一套互动的游戏，要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公会堂。若适合全年龄的民众来耍，听众朋友嘛会当耍较真欢喜。透过设计出的游戏，伫公会堂内底行来行去，想办法找出正确的答案，可当利用手机啊来知影新德公会堂的建筑特色。若民众感觉真趣味。连听众者买当欣赏新德公会堂。我自己在新竹这边已经待了很久了，但是其实对于新竹的历史文化，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对，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对啊，我就想说好奇来看看，对，多接触，对，就也希望能够吸取更多的资讯，听更多的故事。这个历史，感觉建筑物的拢有足侪故事会当讲，但是平常啦。咱民众来到遮的时阵，无人甲伊介绍，也是讲因可能只会当去问迄导览老师。所以讲，咱这个游戏希望互民众来的时阵，因会当家己借这个游戏，家己去耍啊。每一关呢，伊拢甲公会堂的建筑物有关系。公会堂2022年完成整修工程，重新对外开放了后，为着互民众会当明白这座有丰富历史的老建筑，即摆利用游戏。和民众过关来了解公会堂过去历史甲文化。透过闯关、探险，还有就是类似侦探的那种的观察的方式啊，然后合作来完成这个体验。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用游戏场馆游戏化，希望能够活化这个场地。亚冠指出，所来11月份开始，特别安排4场导览人员，带大家体验游戏以外。民众买当直接借游戏工具，试看卖家己敢有法度过关，这会用佚佗的方式来明白新德公会堂的建筑历史。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来关心联合国伫咧日时有发出重大警告，讲人类若是要加强气候行动，地球伫咧这个世纪结束的时阵，气温会升高3度1。救援人员黑暗当中将倒下路树山走，才被妨碍交通。印度气象局预测，强烈气旋达纳之后用强烈气旋风暴的姿态扫过，有15000万人口的西孟加拉邦甲奥迪萨邦，风速每点钟120公里，沿海地区这个草厝恐定遭到重大破坏。至少110万人已经撤离到内陆。当局表示，拯救生命是目前重要的代志。不过，这只是近代环境灾难来临进前，互人神经紧张的松懈。科学家一直发出警告，化石燃料大量减少，和气候变迁、地球愈来愈热，风暴的威力也愈来愈强。联合国时时发布重大警告。Current policies are taking us towards a catastrophic 3.1 degrees Celsius temperature rise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As this report rightly puts it, people and planet cannot afford more hot air. 联合国半点国库应对气候变迁的程度甲需求发布年度排放查期报告，警告人类若佫无采取更加强大行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气温增加幅度控制伫1.5度内，可能无法度实现。3.1度已经是这份协定的2倍外，各国爱伫政策制定顶悬超车。Either leaders bridge the emissions gap, or we plunge headlong into climate disaster. This report shows ann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t an all-time high, rising 1.3% last year. 目前全球温度已经升高差不多1.3度。报告发现，就算各国照即卖程度采取行动，到2100年，气温依然会升高到2.6度到2.8度之间。相关数据甲过去3年的调查结果是同款。各国爱伫2030年进前，将每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2%，搁伫2035年进前达到57%。这样希望防止温度升高超过1.5度。不过已经被认为可能无法度达成。下个月，各国会伫亚塞拜然参加年度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9， 会用去年达成协议做基础，爱伫摆脱化石燃料顶悬搁较拍拼。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希腊是欧洲的亚王国，有200外个无同款的品种。不过，即马气候变迁引起高温，也阁有火烧山等等的问题，是严重影响到这个亚生态。
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的科学家去测量100年来5万只蝴蝶标本的重量，模拟出气候变迁的过程，互因的体型愈来愈细这个变化。科学家讲，蝴蝶是一种对环境的变化有高度敏感性的虫拖，高温互食物的花期愈来愈短，蝴蝶的食物愈来愈少，体型嘛对咧变细。希腊是欧洲的蝴蝶王国，有237个无同的品种，真侪阁是当地的特有种。今年热天，各地一直出现野火，甲蝴蝶幼虫寄生的食物烧掉，互幼虫面对直接死亡的风险。以后嘛有可能因为会当生拖的成虫无够多，逼这蝴蝶只好徙去其他的所在，维持家己的生存。科学家讲，一直称悬的气温当得威胁希腊蝴蝶的生存，逼因徙去较凉的所在，但是伫遐阁要面对欠食物的难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2度。中部地区28度至32度，南部地区28度至32度，东部地区26度至30度，一个外岛地区23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行金沙地仙殿改编自中国的新魔小说《封剑春秋》，新魔突发的武打画面，甲特定变化高端，使观众目睭唔甘意。由学习传统古体戏甲金光